头家，恁的猪仔蛋哪会遐大？您看，我手头这粒贡丸，就是用这台贡丸机啊劈出来的。哇，这讲完，唔但金骨骨，竟然阁会当劈猪仔！唔难呢，恁试者看卖咧，保证香国 Q 哦。我要吃！贡丸的肉酱应该是爱用贡丸的，我试看卖咧。啊，我会害！姐，有食贡丸的人拢老会害啊！啊，讲有影呢！你看，这个 ice cream 足够水的。我来甲你翕相，耶！哇，这下边拢是 snowman 的造型呢，有足侪无同的口味甲色地。等咧，恁敢无感觉？食的冷气开甲足冷的？真正是愈来愈寒，这的 ice cream 一定有问题。爸面阁是鸟鼠仔头家。迄只穿 snowman 红仔衫的，就是鸟鼠仔头家。哈！竟然互恁认出来啊！可恶的料理救援队！空气熊熊变歹，看无月娘啊！迄边的人搁咧烘肉，因拢凊位咱这头来啊！我闻到臭火仔的味。恁紧使步步去斗相共。嘿嘿，食着我第一个月饼就会胃肚肚，我都听个哀哀叫，拢要真正着含目倒火啊！趁料理救援队也要来进行紧选。鸟车头家，又果是你！哇，工人人教。听讲料理救援队即摆要传食了会幸福的料理呢，我袂当为这顺势。这罐醋食了会起怨毒，到时一定真精彩，带你看戏。哈哈哈哈！咦，来买鸡排的人，叉！来！阿公，你看，因的目睭那像菜红顶咧。你的鸡排哪会比我的较大？你的蚵仔看起来比我的较大米，无啥对同哦。阿月啊，你检查一下啊，咱的物件拢真好食啊，安啦。有一缸酸味。哈！吹着啊，是醋啦。可恶，北面阁是鸟鼠仔头家，伫遐，阁是你。